来看台铁工会进前发起着劳动节无爱加班的行动，拢无火车通坐。这个交通部是用类火车，用这个游览车来接送，总算是顺利来载客。也毋过台铁工会再度来抗议，讲无得到政府善意的回应，所以端午节、中秋节，甚至是选举日，嘛无排除无爱加班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希望工会卖替民众的权益来表达诉求，希望会当召开着公开的会议，互大家听看倒一边较有道理。若这个类火车客运接送的方案，嘛互立委提出来检讨。王国材讲，这届大约是开300万，有4000外乘客来坐车，这个效果确实是无介好。两个势力对撞啊，您自己认为谁赢了？都输了，都输啊。对，那谁输的比较多？民众输的最多。讲含台铁工会继续沟通，不过拢无成。5月7日，工会意外休假，列车差不多拢无载客。交通部叫客运来载，加载通过第一关，不过说落来恐惊过几6关。工会搁一摆强调，若是无撤回正义版台铁公司化草案，有可能伫咧5日节、中秋节、国庆含9号日选举，会未加班载客。希望能够约一个由我来主持，双方出来，所有媒体都来看。他表达的一个方式表达的这个内容到底哪边比较有道理？王国材讲，交通部愿意对工会处理公司化条例，会伫咧月底调议协商，伊嘛希望会当紧甲这件代志敲好势。如果说要拼端午前，还是要用院会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的话，那这样根本就是激化，谁要负起这个责任？我跟伟茂当然是我负起责任。明天早上，在这个整个工会包括分会理事长都会到台北来。我们局长会跟他做2个条例里面做一些讨论。民体公司化条例内容，去外界质疑有薪水条款，台铁嘛发新闻稿驳回，强调台铁未甲土地卖予财团。董事会是因为专业的考虑，才会修正董事会人数。百年老店想要转型，恐惊会阁继续拖一阵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